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布拉，布拉有注意报告。Cuma aku kirimu aja kamuku ribata gidanga susah habis azwa YouTube sa ikan jaza kamuku Burayo。Hey guys， 我是李安。今天呢，我要带着这道排湾族最 famous 的传统美食，叫做马良安纳吉纳布，来上街呢去问问大家对于吉纳布的评价是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这吉纳布俗称的吉纳福，你看这个名字，吉纳福，吉祥如意那五福。just 巴里丹真的很会取名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带着这个吉纳福到街上去问20位非原住民的朋友，觉得这个吉纳福到底在他们心里好吃还是不好吃？阿里 ，Let's go！ 现在来到西门町，我们就要赶快寻找20位好心的路人吧。阿里，这个叫做吉纳福，台湾族的传统美食。今天带的口味是小米包猪肉，这是第一次吃吗？第一次烧这个，好，那就等下吃完，然后看你们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这样子。你要干嘛？帮我们贴这个贴，贴的时候要告诉大家你觉得好吃的话，那帮我们附送一次这个台湾族的单词。如果你觉得好吃，就帮我贴在这里，然后说一次这个好吃赏哇。好，如果你觉得不好吃，就贴在这里说赏乌呀。赏哇。漂亮啊，问你。赏哇。一起吃一份就好。可以。真实呈现好吃或者不好吃。会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声音吗？这有那个红点点，就是帮我贴在上面。贴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是你觉得是好吃还是不好吃。那台湾族呢？桑哇。贴桑哇。外面是角酸浆叶，就是可以吃，可以帮助肠胃。细细品味，再等一下。它原本就是这个程度，应该是2个，因为有一阵子。热的可能会比较热的会更好吃。整体来说，你会给它的评价是好吃或是不好吃？那我要选三哇，好，那你帮我贴。哇。对，整个这样吃。那你们一人一个吃，帮我试看看。说嘛，那好，这有一个贴纸，桑哇，然后就请一人就是你要一起吃，吃2个，不好吃就是赏乌呀，那如果你觉得好吃就是赏哇。这道菜对你而言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谢谢你们花时间认识排湾族。今天的吉纳福街头大调查，觉得好吃的朋友获得压倒性胜利。在这边跟大家道歉，我还不吼，可以找到10位，已经很辛苦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你可以怎么做？把卡铃给我。吉纳福的口味有很多种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告诉我你吃过什么口味的吉纳福。阿曼把着马仔讲一港，期待我下次带不一样的排湾族传统美食来到台北哦。阿布拉布拉哟。